加新的桃园高山仔数量一直在增加，高山仔为着要找食食，包括先过车路或者搞事以外，有统计嘛显示讲，最近5档全台湾一档大概拢有30外只高山仔互搞死。第5日节连假，大档的同河都有一只细只高山仔互车弄着送去治疗。 这只细只的台湾高山仔伫东河乡的省道公路去互汽车弄着伤，后壁车辆停落来，民众赶紧将拍着惊的高山仔送到台东县政府车保育员，转送地上野湾救伤中心治疗。前面的猴子已经过了，然后妈妈就是他们这一对，妈妈跟小猴子就来不及就撞飞。 台东县东河乡高山仔数量估计有3700只，其实拢有民众伫金樽路段看到高山仔互来往的车辆弄着。路杀社也统计最近5年，全国平均每一年发生高山仔互落杀的事件有30多件，比过去一年平均10多件的记录悬。路杀社观察，高山仔互落杀可能是风气关系啊，佮加上高山仔族群为着找食，规定过大路也较会去互弄着。撞过2次。 有的是受伤，有的是当场死亡。这个喂食为什么会产生问题呢？第一个就是你在喂食的过程当中，会导致这些猕猴它对车辆跟人员失去警戒性。它看到人员跟车辆来的时候，它会把它跟食物画上等号。路杀社呼吁，向路旅游大规比较啊。 公路车辆多，除了请驾驶人开车适宜通过高山仔出入的地区，也呼吁民众唔通过骑高山仔，避免因一无细致就去骑车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